云林府委户政事务所为新住民来开课程，教因做春仔花，互因了解到台湾过出来文化，大家做伙学习，互相来交流，互生活更加幸福和谐。 新住民朋友向别人分享家己的春仔花手工艺品，因利用假日时间来上这门艺术手作课程。今仔日是初级班的结业式和作品展览。这个是耳环，因为我们女生比较喜欢戴耳环，所以我就做这个，可以戴着耳环很漂亮。因为我礼拜六、礼拜天有时候有空的时候，可以来这边学习。春仔花是台湾传统嫁娶仪式的重要装饰品，新住民嘛拢真认真咧熟悉台湾的在地文化。 非常热烈，非常的好，大家都很认真，认真到都没下课，一口气上到底，让我们呢也能够体会到他们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。透过艺术创作，大家互相学习交流不同的文化，互生活更加多元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